讲到今仔日是元宵，今年台湾灯会呢也刷到家己举办咯，下晡也举行彩旗活动。来自日本、纽西兰、韩国等表演团体接力演出，国内也有马戏团、作风车剧团等团体做伙演出。本地早起雨落真大，加在下晡就变做是乌阴无落雨啊。 音乐一出来，互观众拢评价，这是结合台湾传统民间信仰和现代文化的电音三太子。桥头的服装配合好看的笑容，这是对日本北海道来的表演团体。讲纽西兰毛利文化表演团，互观众体会各国的风情。初三是元宵，今年2026年台湾灯会伫嘉义县举办，下晡举行开幕日的彩旗活动，邀请20组对日本、韩国、纽西兰等国来的团体，伫县府头前的广场做彩旗表演。 很感动，很棒，就是还有来自国际的队伍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带小朋友来，就是起鸡皮疙瘩，非常感动，对，而且今天老天爷很赏脸，对，给我们一个好天气。伫初三早起，嘉义的雨是真大，嘛，互今年主办灯会嘉义县政府是真欢乐。好在伫活动开始进前，天气对落雨转做乌阴天，真的就很诚心的跟妈祖讲，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。 那这么多工作人员辛苦这么久，希望真的可以天公作美，卖得好，好玩的让顺利。2026年台湾灯会伫隔8年后，搁转来到嘉义县来举办。官府表示讲，是用办喜事的心情来筹办活动。除了下晡的彩旗、注定展演嘛是真精彩。登记的对初3一直到15，观光数嘛预估今年参观的人次有可能超过2000万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